在个新闻来去台中市秋风国景观公园，去年7月份呢迎接2对乌天鹅，今年2月中有好消息，5只天鹅囝已经孵出来，市政府特别办满月这个庆祝活动，同时邀请乡亲去秋风国行行咧。乌天鹅爸母带幼囝受水，这是台中秋安国公园的景点，吸引真侪游客来看。那在2月份的时候呢，也很顺利哦，在大家期待之下，那终于孵出了5只非常萌的这样鹅宝宝。那今天呢，3月22号啊，是我们5只小宝宝它的满月啊。市府发给2个予民众，建设局表示，因为警员用心照顾，乌天鹅才顺利哺卵。白白的，屁股圆圆的。还有吗？颜色呢？颜色也不一样。为了避免有人搅扰，乌边嘛种花草，用自然的方式保护乌天鹅，欢迎民众伫休假时到秋安国欣赏美景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